本片由双子星有线电视赞助播出。欢迎参加开幕式。嗨，安安，我们今天要拍的是台南市立图书馆的开幕。然后大家看向那边，这是活动主舞台，对，然后现场就是很多人，真的蛮多人的，对，但是防疫还是有做好，就是大家都戴口罩，很棒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去拍东西吧。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各位。谢谢市长。给我们市府的团队，特别是文化局，给他们一个热掌声，给他感谢哈。来，请我们工作同仁引导我们的所有长官贵宾，请剪彩。打开阅读新时代，台南市立图书馆新总馆正式开幕。哇，再一次感谢各位长官贵宾的一个莅临。嗨，你在找人？你现在觉得这间图书馆怎么样？还不错啊。那边还有视听区哎，视听区，小小的视听区，就一个小包厢这样围起来。那你要不要带我过去？好啊，走吧。走吧。嘿，视听区。视听区，小小的。我们可以坐在这里看。可以这样坐下来。可以看电视。酷啊！就可以在这里看电影。在这里看电视、看电影蛮爽的，赞的。嗨，珊姐姐。嗨，杜大哥。嗨。我们就是今天是台南市立图书馆的开幕活动嘛。对。那就请问一下，我们今天来这边主要是做什么工作？我们主要是因为今天是2号然后明天3号也会有我们节目的活动，所以我们2天就是都来记录一下这样子。然后到时候这个会变成就是我们达拉麦塔车节目的其中一集。记得订阅。所以这直接会变成节目就对了。对，我们就是做活动记录这样。好，了解。OK。那就是像今天其实蛮多人的，那你觉得他们这个活动算办得很成功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很成功啊，非常盛大，而且连那个赖副总统、赖清德副总统都有来。对啊，对啊，超多人，真的蛮多人的，而且里面很大哎。那等一下你们可以进去看，它有非常多的像是展览啊，然后各式各样很新的东西都有。好啊，好，那谢谢姐姐，那不打你们了，谢谢。谢谢，辛苦了。Hello， 对。今天你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？说最有印象了。对啊。就是剪彩啊，对，剪彩很多，就是很多人都上去剪，那个副总统啊、市长啊、立委、议员都上去剪，对，很多人呢。那我最喜欢的部分是刚刚的欧剧团，非常可爱。你说前面那跳舞那个？对。然后因为里面太大了，我们刚逛超累，里面很大，然后那楼梯有点窄，楼梯有点窄，对。然后是说空间还不错了，蛮亮的，里面蛮亮的。对啊。对啊。那就先这样吧。